中华县文化局这个礼拜六甲后礼拜六礼拜要来举办北管戏曲音乐节，要邀请到全国介意着传统戏曲的朋友到中华来参加这场热烈滚滚的北管盛会。 中华县是全国唯一有南北管音乐戏曲馆的县市，这摆由文化部补助，甲县政府提供2成配合款，总共156万，要办台湾北管戏曲音乐节。同时配合农历6月24，西晋王爷的圣诞千秋。随着时代的改变了以后，咱北管、南管慢慢安尼没落。那但是呢，即马呢也佫无共款咯，显示咱的这个过去，咱的传统的文化，即马慢慢佫复兴。 台湾北管戏曲音乐节头一场活动16日中华市南北管音乐戏曲馆，由文化部指定为重要传统艺术北管音乐保存团体李春园北管乐团办北管乐神西晋王爷千秋节。虽然有中华庆安宫办的北管小摇滚，由传统北管乐团演出后，9号少年人组成的北管乐团来演出，展现北管音乐的传承。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